现代台语版圣经申命记第9章，以色列人背逆上主。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，恁今仔日要过约旦河，去征服遐个比恁较强大的国。因的城大搁坚固，悬到拄天。因的人民高强大汉，是恁所知的阿拉人。恁捌听人讲，啥人会当对抗阿拉人？今仔日恁着知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的头前过去，亲像吞灭的火，要甲因消灭，互因屈服伫恁的面前。恁着照上主的命令，甲因赶出去，紧紧甲因消灭。上主恁的上帝为着恁将因赶出去了后，恁心内毋通想讲，上主带阮征服这个地，是因为阮的功德。其实上主是因为遐个国邪恶，才甲因赶走。恁入去占领因的地，并毋是因为恁有甚物功德，嘛毋是因为恁的心正直，是因为这个国邪恶，上主恁的上帝才甲因赶走。搁因为上主要实现伊对恁的列祖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的应允。恁着知，上主恁的上帝用水的地赏赐恁做产业，毋是因为恁的功德，其实恁是心硬固执的民族。恁着记好条，毋通袂记得。恁伫旷野惹上主恁的上帝生气，对恁出来及地迄日，到恁来到这个所在，恁常常背逆上主。恁伫何烈山，搁惹上主生气。直到上主发生气，要甲恁消灭。迄时我已经上山，要领受上主甲恁立约的石板。我伫山里40暝日，无食无啉。上主将伊亲手写的2块石板交予我。伫迄顶面写的是上主伫恁举行大会的日，伫山顶的火焰中对恁所讲一切的话。40暝日了后，上主用迄2块有写明约的石板交予我。上主对我讲：“起来，赶紧对正落去。你对埃及带出来的人民已经对落，因真紧偏离我命令因的道路，为家己筑一仙偶像。”上主搁甲我讲：“我看这个民族真正是心硬固执的民族，你出在我要甲因消灭，对天的撤销因的名。我要互你成做比因较强、人较济的国家。我双手摕2块约板，活转身落山，山有火在烧。我一个看到恁已经得罪上主恁的上帝，为家己筑一只牛仔，真紧偏离上主所命令恁的道路。我就将迄2块石板下落去，伫恁的目睭前摔甲脆。因为恁所犯一切的罪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惹伊受气。我搁一遍拍伫上主的面前40暝日，无食无啉。迄时上主大大受气，要甲恁消灭，我就非常惊吓。毋过上主搁一遍听我的恳求，上主嘛对阿伦非常受气，甚至要互伊死。像迄时，我就为着阿伦祈祷，我替恁犯罪的物，就是恁住的牛仔上用火烧，甲伊讲喙，碾甲亲像土粉遐尼幼，搁甲这个压伫对山顶流落来的溪泥。恁伫塔比拉、玛撒、基普罗、哈塔瓦。搁激上主受气，上主命令恁离开加德斯巴尼亚，讲：恁去占领我赏赐恁的地。迄时恁违背上主恁的上帝的命令，毋相信伊，毋听趁伊的话。对我捌恁的日起，恁常常背逆上主。我因为上主讲要消灭恁，就40暝日拍伫上主的面前。我对上主祈祷讲：至悬的上主，求你毋通消灭你的子民、你的产业，因是你用大权能甲因救赎，用大气力的手甲因对埃及带出来的子民。求你会记得你的仆人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毋通看即个子民的硬心、邪恶，甲因的罪过，才免埃及人讲，上主无法度带因入去伊应允因的地。
佮因为怨恨因，所以带因出去，要伫旷野甲因消灭。毋过因是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你有用大权能，佮伸出大气力的手，甲因带出来。